来哦，竟然嘿，这个廉价大了踏踏车，敢真正无办法来解决的。中央研究院去年就来研发一套智慧影像车流分析系统，讲会当有效来消透车流量。讲这套系统，伫东南亚国家，包括泰国甲越南，已经开始咧使用了。 国道高速公路527连假头一天变成大型停车场，为放假前一暝一直塞到连假头一暝，互驾驶人有够怨叹。虽然是中秋国庆连假，要安怎化解这个车流？运输专家有新的想法。供需已经这么严重失衡的时候，就已经不用再去思考说怎么样从供给端，就是运输设施的供给端，要去提高它的效率等等这些。这时候就是要从需求端去着手，怎么样让需求能够更平均啊？假期分散的方式，就是把现在很多的国定假日，你把它分散变成是每一个人的例休。 他还是有这么多的假期，但是他可以选择安排他自己的一个放假的时间去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分散这个运输系统的一个使用，而且这样子也可以提升旅游的一个品质。 其实老城市甲快速发展的国家，塞车问题拢真严重，而且卫星定位大厂连续8年公布的全世界塞车指数发现讲，2019年上塞的都市是印度第2大城孟买。 平均要用比平常时加65%时间照到到目的地，新德里、莫斯科、曼谷、墨西哥城等等，拢是伫10名内。台湾的观光客上爱去的日本都市，像东京排名是第25，大阪第43，塞车计出来通勤时间嘛拢超过30%。 台湾嘛排伫前100名内，高雄是排57名，台北市是58，台中是第70名。别少看塞车问题，因为国外有报告指出，在2019年，全球用路人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就比2018年还要高。光是美国，2019年平均用路人就损失了99个小时在塞车上面，也造成了美国经济损失高达880亿美元。 来看其他国家的做法，欧洲卢森堡为了减少民众塞车上路，化解塞车问题，伫今年2月29开始，国内所有巴士、轻轨、火车拢无需要车票，全国公共交通拢免钱，这是全世界头一个安尼做的。中国北京伫奥运的期间，慢慢实施车牌分流制。 单号日车牌尾号是单号，才会使上路。去年每一天减少差不多45%的车辆上路。其他像英国伦敦，早伫2003年就实施交通拥塞税，针对入城的车辆收入城费。新加坡依照无共款的时段收无共款的上路费。瑞典斯德哥尔摩是实施塞车费，交通愈无用时段上路收费愈贵。 其实，台湾中研院已经研究出一套系统，对城市交通车流解决方案。目前已经伫通hướng新店测试大港交流道落来这个5个路口，红线顶边这个圆盘啊，就是鱼眼的点样机，配合正行点样机，透过系统分析数字，就会使有效解决塞车的问题。侦测它的停等车的那个车列多长，还有再来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侦测它的车子的速度是多少。 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在4个方向，我们这时候就需要4个枪型的摄影机往那个方向去，这些交通参数它就可以互相传递他们的信息。那以往我们在设定交通号志的时候，都是用固定的方式，比如说好，这红灯是50秒。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互相路口之间的交通参数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传递讯息的方式，动态的来调整这些交通号志。 干道车若较济时，就使自动延长红线顶的秒数；车较少时，就使调整回来，差不多使减少车辆30%的等待时间，化解车流。这套系统嘛，已经被新加坡、泰国、越南等国家应用伫解决塞车的问题上，甚至印度国用伫政策行路人的社交距离，未来会使应用伫全台湾塞车路段，未过塞车变成用路人的噩梦。